創科世界數據話事，喺 HKPC 入面，每一個數字都有發展新質生產力嘅故事。點解咁講？香港特區政府每投資1蚊 ，HKPC 就為本地經濟增加11蚊嘅價值。創科最重要有啲咩？有敢於創新嘅創科人才。未來要走得遠，保持平衡相當重要。HKPC 致力推動平等友善協作文化。員工男女比例接近50-50，創科嘅事男女都咁有本事。投身創科圈最緊要學多啲，試多啲。HKPC 今年招聘超過120位學生 ，InnoTalent 實習計劃多年嚟成效顯著。HKPC 匯聚全球具備專業學歷嘅多元人才，推動跨世代協作嘅社會責任。創科思維講求持續成長。HKPC 為每一位員工增值，提升競爭力。HKPC 致力壯大本地創科人才庫，為新質生產力加油。加入 HKPC，每一步都進步。